阿仙奴數學題示範題，兩個拉雅等於2，等於2，即係沙利巴。哦， OK，第一題，一個薩卡仔減一個 band 威加一個拉雅會變成咩？可唔可以容易啲啊？頂你，一題就咁難。好易啲，OK，易啲嘅，兩個沙利巴等於咩？3、2、1。病位。OK，第二題，薩卡仔減去加比爾會係咩咧加比爾，幾多唔幾好？3、喂，我知，一拉呀。OK。第三題，兩個薩卡仔。要幾時？咩事啊？假啊！而家可以難啲啊 ！band 威嘅沙利巴次方會係咩咩嘅沙利巴次方啊？即係8號啊？係咪？唔係16號。咁我邊個咧16號喺死唔知。 16號係洛哥特啊，係我哋嘅永遠後備防中啊！都冇人識你啊！人起朵你起朵。第一條啊，拉雅乘以沙利巴再加約基利斯減去耶穌仔會等於幾多咧？先乘除後加減。好難啊！其實我咁解幾多？可唔可以答我先？係咪7？即係7咩？啊係喎。咁係咩咧？薩卡仔。因為但點解係咁望住嗰度啊？頂你行出貓，點解極度無恥啊！佢出貓都計到咁，唔能夠相信啊！你望住嚟計都計唔到。